哀家还不信了呢。这回啊，是哀家亲自喂你啊！你得啊，给个面子啊！太皇太后啊，您可注意安全，他可疯得很。我不怕他。鳌拜，你玩的挺好啊！这次是哀家亲自喂你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听好了啊，这里的药材啊都是域外进贡的，知道吗？平日里啊，皇上和哀家御用的都是稀奇宝贵的东西啊，没事儿你就把它喝下去啊！来，哀家喂喂你啊！哎，喝了这个药你就会好了。来，张嘴喽！哎，喝了不？哎呦，哎，正好，再来一口，来，再来一口，张，哎，张，哎，你额娘都没对你这样过。来，把这个喝了。太皇太后如此的垂怜罪臣后悔莫及呀！太皇太后，这鳌拜怎么突然正常了？哎呀，老贼呀，原来你是装疯啊！你挺能演的，像个戏子，接着演呢。罪臣也是万不得已呀，太皇太后，罪臣今日才能盼到您凤驾光临。罪臣，太皇太后，罪臣有要事启奏，此事事关皇上和我大清江山的安危呀！什么？太皇太后去见了鳌拜？索图向太皇太后禀报说，鳌拜的病已经有起色，他已经能够记起太皇太后了。于是太皇太后就决定去探望鳌拜，不过他没有大张旗鼓，他只是带了我、索图、纳赛还有2个嬷嬷。太皇太后见到鳌拜，可有什么发现？太皇太后见到鳌拜，让我给他喂药。鳌拜突然间一碗药，哗，泼了我一身一脸。然后太皇太后就让我回去换衣服，后面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鳌拜拿药泼了你一身啊？